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鐘。瞓覺係最緊要嘅，所以如果本身係難入睡或者係瞓覺中途容易醒嘅話咧，我建議以下大家做呢個動作。首先有個瑜伽磚擺喺呢個位置先，好啦，咁啊可以打橫咁樣擺啦，跟住慢慢瞓低。瞓喺邊咧？我哋髮線嘅位置係啦，咁啊變咗呢條頸係外露嘅。嗱，如果你頭髮係比較柔順啊，比較滑一啲咧，就拎起啲頭髮去。好啦，瞓咗喺呢度之後咧，就係膝頭指向上啦，腳踩地，跟住合埋雙眼，眉頭放鬆，慢慢將個頭咧擰向左邊，翻中間，右邊，盡量膊頭以下唔喐，翻中間，左邊，好緩慢咁樣做，中間。右邊，中間，如是者做幾耐到呢？2至3分鐘。咁呢個動作咧係好容易咧會瞓着覺。咁啊長時間咁樣瞓喺度咧係唔得嘅，所以最好校定個鬧鐘，3分鐘之後響機嘅話咧，咁就拎開個磚啦，跟手咧就瞓落床，就可以一覺好眠到天光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